位伫咧安南科工区内底盐田北寮定安宫，伫科工区还未规划进前，就直接建庙。经过岁月流逝，庙的厝尾顶有破损，每到落雨，庙内神尊就会压着雨。看到这款情形，互定安宫主委王正吉真心酸，想要替神明来修理庙宇。当时迄阵啊，一间庙起的时阵，迄阵科技工业区还未来啦。啊，即摆来时，阮的庙上价啦，啊上价阮搁掌管6,000哦，啊再有去顶当地的结果啦。啊，即摆因庙已经顶全面哦，铁啊拢烂啊，拢一逼混啊啦，变啊落大雨咯，啊就已经会落雨啊啦，啊落雨神明已经袂大一啦，啊袂大一啦，即个我担任这准备委员的时阵咯。当然就打讲啦，讲我会当尽量出一个力的啦，会当达地府先就管理部做帮忙啦，啊会当这个庙啦重修一个啦，唔通来落雨就落雨安尼啦，神明已经袂大一啦。但因为庙方无钱，庄头内底也无少年人会当接下这个任务，所以庙方主委王正吉以及庙公王太平便去找议员参选人蔡立青帮忙，希望会当为因想办法。蔡立青接下委托后，便向民政局寻求协助。但民政局回复无整修的经费，但收庙这件代志一直藏伫咧蔡立青心内，一直到2个月后，庙方再度去拜托蔡立青接任定安宫中修委员会主委。这2个月期间，也出现种种成绩，经过考虑，才愿意答应。盐田北寮定安宫啊，咱的庙公以及咱的王主委吼，因来找我，讲希望讲会当来甲协助这个中建的代志，因为即马庙年久失修，拢咧落雨啊，但是遮细庄吼，佮无人佮无钱，啊嘛无少年仔要接，所以就想无办法啦。啊，结果伊一个甲我讲了后，咱地府陈水就一直发威啦，一直显现各种神迹哈，也让我们知道说他真的是需要我们来帮忙做这个重建庙宇的事情啊，所以我都持续在跟他们关心呐。后来发现说真的是他需要大家共同协力来帮助，所以拢无这个在地的人有法度来改新接，所以我就当然义不容辞哈，也在大家的慎重的委托下，接了这个重修委员会的主委，然后来重建这个庙宇。11号中修动土典礼，安南区长也指明，议员黄立昭、国交会敬友宫以及真侪贵宾拢共同出席，希望中修工程会当早日完成，让定安宫地王爷以及众神明会当继续伫遮护境安民，保佑大家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